Hello，今日開呢個繁中版嘅白龍，非常之期待。最想要嘅一定係呢個白龍嘅 BWR 啊！開開佢先。話說我之前都開過3盒白龍嘅，然後就咩都冇啊，屎都冇張。所以今次呢盒係第4盒嚟嘅，就睇下唔知會開成點呢？希望今次係仲好嘢咯。睇下先啊，同埋都好期待做啲乜嘢嘅 AR， 十分鐘嘅 AR， 依家嚟嘅第一包，唔知會有神包咧？係冇嘅，非常好。OK， 第一包係可以全白，非常之好。我都想要一張 BWR 嘅白卡。第2包，話說今次嘅球線係有呢個大師球嘅，咁咧要睇咧就要小心咁睇，唔係 miss 咗就唔知。第一張 AR 卡功夫油其實都好靚，呢張我前嗰幾包中咗啦，希望有新嘅 AR 卡啦。將啲普通嘢白卡放喺度先。今次係有4張嘅 AR 啦，4張嘅 EX， 之後仲有一張保底嘅，即係仲有一張大師球嘅，係冇錯。咁到底我哋今次會唔會中呢個 BWR 白龍？冇啦，我想要個神包，等下先。普通球線嚟嘅啫。第一張 EX 之後好啦，咩都冇嘅。OK， 第一張 EX 出現咗。放呢度咁樣啦。咦，我先攞翻張球線出嚟先。雖然佢係一個普通球線，但係都算係一個球線啦。OK， 唔知幾多包，第4包，第4包會中咩？我想試下 God Pack 啊，有 God Pack 嘅話就全部都係 AR。呢個係普通球 ，OK。到底有冇人可以中 God Pack？ 算啦，我已經唔使再開第幾包啦，由佢啦。冇，普通球嚟嘅啫。哇，未有 AR 喎，想要啲 AR， 有冇其他 AR 啊？我以為閃嘅添。一個閃嘅普通球。我發現咗個鏡頭係偏低嘅喎。等一陣啊，升翻上去先。OK， 原諒我個背景有啲亂啊。OK， 唔知第幾包啦。哇！我又有嘅無頭小鷹 AR， 第2張 AR 啦。好。呢個第8包啊，一邊係10包啊嘛，咁即係換言之呢個第8包啦。白卡，哇！又係一隻牛啊，好辛苦一隻牛真係，我勁多一隻牛。第2張 EX，
另外再升高啲個鏡頭咧，好似係太低個鏡頭。咁陣啦，就咁啦。第9包到底啊，可唔可以出呢個白色嘅？唉，冇啊，什麼也未有。呢個係普通球閃，之後係咯，冇啦。右邊嘅最後一包，右邊嘅 Lapis Magic， 好，呢個係普通球閃嚟嘅啫。OK， 收到你。依家就到左邊第一包，左一，好似好難開咁嘅。普通球閃，好，下一包，都係普通球閃。下一包，大鑊，普通球閃，第3個 X， 然後就冇啦，然後就冇然後啦。好驚喎！好似冇咩特別嘢出現喎。甩邊，哇！收到你，都係白卡。咦？大師球嘅炎武王，大師球已經出咗啦。咁咧，即係換言之，依家就係差2張嘅 AR 啦，1張嘅 X 同埋呢個保底卡嘅。想喊啊！甩邊，好似收皮啦噃，係收皮。係，啱啱有一個長毛狗嘅球閃，好，俾啲機會我，俾次機會。馬啊！喂，有喎，有張 AR 嘅敏捷蟲啊，幾靚啊！好，第3張 AR 出現咗，咁即係 AR 同 X 都差1張，之後大師度有啦，之後嗰個保底啦，仲差會唔會爆配啊？我覺得都難啲啊。Oh shit！ 等下先。嗱，首先呢個係精靈球。Oh shit！ 呢個係保底小丑。哇！呢包嘢同我一樣，小丑。Oh my god！ 又嚟多張小丑。OK， 快！而家仲有幾包？3包。我的天呀！幾靚喎！哇，最後呢個齊出，輕飄飄，哇！呢個靚啊，呢個真係靚。之後白龍 X， 好啊，嚟張爆佢會冇咧？嚟張 BWR 啊！好啊，好啊，張白龍 BWR。好似嗰邊唔知道啊。球閃嘅無頭小鷹，然後就冇然後啦。
好，最後一包，都幾大鑊下。普通球，好完收皮呢盒 ，OK。嗱，我哋講翻我哋中咗啲咩先？4張 EX 入邊中咗羅希拉姆、半嘟嘟啊，即係隻水牛，同埋呢隻三手惡龍。咁 AR 方面呢，就呢個輕飄飄，然後呢個敏捷蟲、無頭小鷹，同埋呢個功夫有嘅。咁球閃方面，大師球、玄武王，之後保底卡我自己小丑。咁就係咁啦，下次再拍過，睇下有冇機會再買多包，再拍過，再見。